重要，要连在一起。应无所住啊，是空，而生其心啊是有。空跟有啊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说《道德经》开始的时候，常无常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常有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底下所缺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侥。就是无跟有两个要合在一起。常无跟常有就是和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跟之际就是完全一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已经证悟的这一些圣贤他们都是一样的，讲出来的那个文字角度不同而已。常无的常有，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各位都还记得吗？名可名非常名。然后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常无跟常有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同出一起出来，然后异名不一样的名称。有跟无不一样名称，然后有也玄无也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那个众妙之门就是我们求到那个点的所在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所追求的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可是一定要研究，深入的研究知道它的本体状况然后我们能够回到本体状况，让它发挥功能作用。我们就不要在这个中途之间很多都是会在中途里面有法门修持，然后有成就，然后心就住在成就的那个里面就不进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常有常无跟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无所住就是空，生其心就是有就是跟那个道德经是一样。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融会贯通？就是要它融会贯通说我们在凡尘就是要无所住，一切都不住了已经空其所有，全部都空了，然后而生其心，在无之中，然后生其心有这个有就是妙有啦，然后空是真空真空妙有就是我们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得到叫做无生法忍，就已经进入阿罗汉了解说已经四国得到第四个果位四国都离相就已经进入无争三昧无所争了。各位浅显，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跟人家争执所以就没有到达无争三昧了那个无争三昧或许就讲他不跟人家这个争，因为真理它里面没有争它绝对的没有两边所以离开那个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须菩提呀、修无争三昧他更进一步守护别人的心。所以啊，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啊，或许那个时候了解说，守护自己的心都很困难了，还去守护别人的心啊，要使别人都不起心动念，别人都不生气，容不容易？不过呢，这个就是由自己的那个言语、自己的行为动作，引起别人的那个起心动念不满意，那个就没有修无争三昧啊。所以或者说，这个就是要你对自己能够严加的约束。你所有的言行都符合真理，别人不会起心动念，这样呢就叫修无争三昧。还真不容易。所以须菩提他每一次要出去托钵，就先打坐，然后进入禅定，去看他要托钵的对象对他有没有意见。有意见他就不敢去托钵了。这个对他说，可以布施给他，他才去。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你有办法进入禅定，去看看你要去接触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已经蛮有功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在生活之中，你就可以试验当一个人来了他是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样的观念你要应该怎么样应对，大概你都知道所以我们呢修的越能够进入佛性本体它发挥出来的功用越不可思议甚至你整天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你早上就知道，到晚上的事绝对因为北部就有人可以到这个状态所以只要你努力在日常生活之中去掉妄想杂念，然后呢守住常住真心能够做万年都放下然后真的万年都放下了以后再做耳根圆通更容易把整个佛性都拉到整个虚空，跟虚空的融会这个时候你的功夫就一天一天，你只要累积时间的经过，你累积你自己会有守得心可是不要住有守得心的时候那个是给你说你修的方法正确一定可以成就，这样就好了不要住在那个现象里面一住在现象，我们在进步就困难了所以要先了解知道。那么底下呢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这个呢这个就是报身果报身。所以这边呢佛呢就跟须菩提讲说，譬如有人身呢就好像须弥山王须弥山是我们呢这个四大部洲最高的山它能够呢有须弥山的那个身报身果报身就是呢已经就是有成就了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前面都跟我们讲一切都无所住都呢不要住才是真正的生清净心。那么这边呢佛为什么会讲说呢有果报身的呈现就是呢我们了解说因果它是一定的定理只要你修就一定会有成就
所以啊，能够修到那个须弥山的果报身啊，就表示啊，你这个功德啊，也是很大。那我们要了解啊，佛的那个果报身是有1000丈，1000丈之高了，我们凡夫看不到，可是菩萨他可以看，看那个佛的果报身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无相啊，都没有形象。我们的那个法身我们佛性的本体呀，那个形象也一样有这么大不只有须弥山王，还整个啊跟佛一样1000丈之高可是啊，要了解啊，凡落入相有形象就会变化，有形象呢就有生命所以啊，无相呢才是我们重视的所以这一分呢它呢是庄严净土，就是要我们呢使我们的心地呀都能够这个清净光明最重要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心地的清净光明，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有那个果报身的呈现所以佛学呢这个在后天寺庙打坐那个时候就看到佛学这个身的高身的那个胖大概有我们那个房间那么胖，然后高呢大概有3层楼高，然后看到的时候那个整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因为没有看过这样怎么会这样很害怕。所以或许这个见到老前人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见过老前人一次事了以后或许就把那整个都放掉那个所有在后天庙学的全部都放掉追求就是追求这个性心法最高的佛法。假如说那个时候没有放掉后天庙的成就现在就没有机会跟各位结缘了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要追求最上圣的心就只有这样。所以慢慢的长夜经过这么久的时间30年各位假如说追求一件事物经过30年都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一定放弃那或许的时候导师有那个坚持的心就是要追看看到底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看到？所以假如说各位说有看到，那个妄言讲假的。那假如说没有，那也妄言。假如说没有真正了解的话，或许也没有勇气来这边讲课了所以要了解为什么敢跟各位说保证我们能够成道成佛，就是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肯定就是能够知道说成佛是什么样要怎么成那或许就从理从相从做都能清楚明白交代要我们怎么做，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都明白的说，都不会牵令甚华啦，不会说留一手留着自己做，不会。要或许了解全部都讲都把那个内容都是让各位也一样知道一样可以做，一样可以修，一样可以成就都可以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果报身我们就不要去管它那自然会有
往后啊越来呢就越呈现越多。那么佛呢问这个一玉允何啊是身为大火这个须弥山王的身啊到底啊大不大须菩提须菩提就回答甚大是真，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啊大身。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佛说是以佛的角度啊来讲非身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身呐非身，所以已经呢就进入性那是名大身呐就是相，因为他有修啊就有那个果报身，好像须弥山王的果报身那么高大整个呈现这个呢就是属于形象相所以啊只要我们修果报身就一样有，就是我们凡人众生都不修一样有果报身可以知道我们果报身是什么样吗？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果报身就是我们这个累世所做的现在都呈现出来就是这样我们都有所以了解这个是自然自然而然呈现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七孔目睭鼻嘴都是七孔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就了解到说我们的果报跟我们所做的有关系啦我们累世所做呢到这一世呈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体状态都有一些一定啦。那我们呢就讲这个第11分这个无为福胜这个无为无所作为这个无为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没有企图没有我